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增加286例本土病例，新北市124例上侪，有24个人死亡，但市中嘛阁呼吁5日节唔通返乡。高端公司的新冠疫苗立即试验将解盲成功，虽然要申请紧急授权药证的许可，今仔股票嘛大起。台北农产回销公司的滨江市场有营业部员工为着被冒销毁事件，所拢无人知影，协卫生局嘛唔知。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86例本土病例哦，新北市120例上侪，有24个人死亡。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呼吁5日节连假尽量唔通返乡，甲病毒带转去处理。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本土的案例有286例，那境外移入的是1例，那死亡的有24例，那基本上在新北市120例，那苗栗县56例，台北市49例。6月中旬会有到货1000人份那这个我们经过征询过专家，将这个药物纳入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处置的暂时指引。施打的名单会不会公布？我们要看那个名单到底是多少了那再跟法务单位再研究一下。端午节从明天开始，我们希望在整个端午的移动能够降到最低减少互相感染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整个高速公路这边会实施严格的匝道移控的这个管制，跟13个县市的县市政府来合作。现在总共有172家旅宿业者，他提供医务人员入住的优惠方案。日本送予咱台湾124万吨的 AZ 疫苗，后礼拜2 15要开始做。指挥中心早起伫全国防疫会议提醒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顺序来做，违反要接受行政佮司法的调查。另外，外界正关心讲，全国的3级警戒什么时阵会使解除？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目前阁无放零的条件。新冠本土疫情严重，真需要疫苗。下礼拜2 15开始会扩大开放，第1到第6类别，差不多267万人注 AZ 疫苗。不过最近却连续传出特权插队，偷注疫苗乱象。指挥中心表示，部分地方政府无依照公布类别的优先顺序注疫苗，会分2个部分来处理，一个是行政调查，另外一个是司法调查。行政调查会要求各县市的卫生局要提出这个相关的行政调查报告。第2个是司法调查的部分，那相关的地检单位或者检察单位会已经检调的部分会进行这个深入的调查。指挥中心表示，公费做的对象会依照健保资料的所在所在来做测，到伫大个所在来注疫苗，避免人员耍鱼。另外，全国疫情3级警戒已经是第2摆延长，外界关心什么时阵应解除？卫福部长陈时中在去伫立法院表示，目前无安尼条件。到目前来讲，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总人口达了60%大概就是具有普遍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防疫力了嘛，是不是？要形成社区传播就不容易了。另外，立委也观察国产疫苗是不是会摕到国际认证。陈时中强调，国产疫苗需要更较侪科学实证，当然也可能达到认证。现阶段无规定注特定疫苗才能出国，只是出国了后的检疫方式无共而已。未来大规模注射了后，会无共款厂牌用来做，民众也应家己选择要注倒一个厂牌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高端公司昨公布新冠疫苗立即试验解盲的结果是成功的。感染科医师嘛讲对实验的数字来看，安全性是无问题。也毋过抗体剂值到疫苗的保护力，嘛爱个比较才知影目前解盲的结果是甲预期差不多。高端疫苗2期解盲结果出来，感染科医师表示安全性是无问题。不过报告当中只看到这个疫苗会产生免疫反应。免疫反应甲保护力无同，所以对高端疫苗的保护力也是经过甲国际厂牌比较，才能做进一步的确认。我们没有保护力的确实的数据啦，我们只能由抗体的数据来做间接的推测。现在就是要看看 AZ 打在国人身上抗体是多高，你要来跟高端打在国人身上两个来比较，才知道
高端的疫苗的抗体生成性呢，是不是至少跟 AZ 是同一个等级的？因为台湾第一批疫苗是 AZ， 目前国产疫苗也敢来用甲 AZ 疫苗做抗体比较，感染科医师分析，高端解封了后，确实抗体中和效果免甲 AZ 疫苗差，都希望通过小数的 EUA。不过目前对病毒变异株的效果也是未知数。不同的研究的抗体基本上是不能互相比较的，所以虽然说在数值上高端疫苗目前看起来是蛮好的，可是不能够用来跟我们文献报告里面的抗体去做比较。我们必须要在同一个实验室，然后去做 AZ 疫苗的抗体，才能够直接互相比较。根据小数规划，6月底 AZ 疫苗会称疫苗抗体检验结果出来，等价做高端疫苗人比较保护力。按算6月底到7月初会开专家会议来讨论，若审核过关，才核换 EUA。记者综合报道。高端的疫苗昨解封成功哦，今仔嘛反映伫股票顶头一开盘就起真崩。有分析师是表示哦，之前连续6天，又搁连续起3天哦，早起有上万张挂要买哦。未来股价爱搁看过来紧急许可甲国际疫苗市场的状况，才会当决定。今年呢，那么至少有1000万剂的这个量产。高端新冠疫苗成功通过第2期临床试验解盲，总经理陈灿坚唔但发出今年会当准备1000万档，互民众来做，也佮讲按算一年会当提供上亿档的数量。11高端的股价透早开盘，行情就直透起停。买盘已经有提前反应，来卡位2期解盲成功的一个利多。后面再涨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这个高端是不是能够取得紧急上市的一个许可。监管分析师表示，高端的股价为去年2月份股价51块，一路一直起，到今年5月17，要起到417块，引起各界的关注，甚至风声讲有炒股的讲法。不过，一直到疫情爆发了后，民众开始对国产疫苗有质疑，甚至表出伫解盲进前已经正式摕到政府大量注文的订单，受到各界的争议。股价为5月31开始连续6天6天，股价敢若剩207.5块，市值减超过385亿。不过，解盲进前的股价为6转起，到解盲成功了后，包括11开盘，一个手叫出3支的起停，而且委托买是超过上万张。不过，分析师认为讲，未来高端若烧起国际，恐惊会拄到侪阻碍，因为美国疫苗已经出现3年过多的情形。那全球的一个疫苗来看的话，特别是美国似乎有过剩的一个情况，这个可能会成为未来国内这个疫苗这个往国外外销的一个引诱。那高端的股价直直起，伫电子股的影响之下，台积电盘中的股价要到603块，带动台股盘中起到17200点。到早起11点为止，盘中上悬来到17266点。监管分析师强调讲，大部分的升级股伫产品成功上市进前，市场看的是未来发展。产品若确定上市，就要看营收的表现，包括疫苗出货、市场的接受度等等，拢会面临考验。也嘛这嘛关系到股价的起落。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287例，有一个境外病例，286例是本土病例，有24个人死亡哦。伫本土病例方面哦，新北市是有120例上济，苗栗县56例哦，台北市是有49例，桃园市19例哦，新竹县有12例，基隆市有8例。彰化县有7例，台中市有4例哦，宜兰甲新竹市有3例，云林县甲花莲县拢有2例哦。台南市哦，目前是有1例。全台湾哦，目前计共是有12500例哦。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1294例咯。5日节哦，虽然是真重要的节日，也毋过哦，目前已经是过会摊，所以观众朋友嘛尽量毋通出门哦，嘛是还是讲返乡较安全哦。咱来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伫顶个月2日，滨江市场营业部有一个员工胃着病，后来又有5个人胃着。也毋过，打伤个消费者是拢毋知影，佮照常的买，向卫生局嘛毋知哦。也毋过，北农是否认讲有故意暗砍疫情。市场内底当看到袂少采买人，这是北农离市场离1楼的小卖批发场。虽然前一暗北农已经发新闻稿，证实顶个月28号一个营业部员工确诊新冠肺炎，陆续空日阁有6个人确诊。毋过，离共一栋建筑物的档案完全毋知影这件代志。
有听到说北农这边有人确诊吗？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所以是没有听说。没有，万大路。永业保利4、5楼北农表示，知影离市场第一个员工确诊了后，以同心圆往外主动抗力来体检，了后各6个人确诊，3个人共车感染，3个人密切接触。不过事发将近2礼拜才发新闻稿，同一栋建筑物的工作的人拢唔知影有北市市原一期暗坎疫情，但北农表示拢是依照防疫的指引来处理。现在听你说我才知道，根本都不知道。那楼上跟楼下会有接触吗？没有接触，没有接触。那你会担心吗？就是保护好自己啊，口罩戴紧啊。你戴几层？2层。发现有确诊的这一个同仁之后，我们的单位主管立刻会了解到他比较密切的接触的同仁，立刻请他去做筛检，要筛检之后是阴性，才能回到公司来上班。面对这些确诊的同仁，在处理上，我们都是采取一个正向的方式来办理的。北农伫万华区的一市场，伫顶个月20号有员工确诊了后，抗力体检过7个人来确诊。上个8天，伫中山区的2市场陆续各有6个人确诊。北农强调，2个市场拢无各有新的案例发生。事发了后，嘛加强逐工的消毒。拍卖场早就已经分区分流，要求承销人片面来根据保持距离，加以手势来划价。目前一切照常运作。记者王志新台北报道。再来看成功3月百货公司台北车头店甲台中店拢传出徛规个小姐胃着病，今仔拢先关起消毒，也毋过目前业者并无公开说明，嘛无针对员工快筛，员工是真不满哦。台中市嘛无公布相关的资讯，有民众就质疑讲，防疫的资讯哪会遮尔无透明？环保局人员因电话卡详细喷销着药剂。台中成功3月百货传出敢若有专柜小姐确诊，业者伫咧大门口打出公告，11号要进行专管大清销，并且嘛有相关的信息，不过拢无对外说明原因。但台中市新闻局已经证实，确诊的是一名29岁的专柜小姐。这名确诊的29岁女性她的职业是专柜人员。那因为她有彰化县确诊亲人的接触史，所以初步怀疑感染来源是来自于亲人的接触。目前初步我们匡列的接触者一共有5人 ，PCR 的检验结果都尚待出炉。我们也通知了百货公司要自主停业或休馆，完成了全面的清销之后才能再复业。成功3月台中店的员工伫咧10号下班进前，才紧急接到通知，11号要暂停营业1天进行消毒。10号关门了后，要求相关人员穿全套防护衣进入百货公司进行消毒。不过专柜小姐确诊的消息10号就传出来，但是台中市政府甲百货业者所拢无对外说明，嘛互伫附近排班的计程车司机相当的不满。昨天下午就知道了，傍晚就知道为什么市政府到今天早上才发新闻，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成功3月除了台中店传出专柜小姐确诊，伫咧台北站前店为6月1号开始，嘛有3个专柜小姐陆续确诊，不过一直到11号才暂停营业进行大消毒，但是并无对港楼站其他专柜小姐进行快筛，去互员工质疑。目前台北市劳动检查处已经派员了解处理，嘛要求成功3月必须要回报相关的防疫计划。记者台中台北综合报道。一电视大楼有人胃着病死亡，360个员工快筛哦，本地传出 PCR 检验拢是阴性，也毋过昨暗又过传出2个员工本地快筛是阴性，后来 PCR 是阳性，已经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台北市的卫生局是表示，目前是做疫调来靠接触者哦。一电视的工会嘛讲 ，SNG 的同事有11个人是接触者，需要隔离。一电视大楼染疫风波继续滚加，有入境所进前形容死亡，经过采检了后确诊。一电视连续2天将对366个员工快筛，包含主播、记者等快筛阳性，不过 PCR 检测拢是阴性。不过7日暗时爆出2个员工快筛阴性 ，PCR 检测阴转阳的确诊，分别是 SNG 工程人员甲摄影，已经后送集中检疫所。SNG 那边目前匡列10几个人居家隔离，就是暂时在家里面工作啦，并没有还没有什么上升到比较严重的状况。台北市政府有协助去做全面的这个筛检。
那应该是今天还是明天会全部完成该公司的这个全面筛检哈。那指挥中心跟台北市政府都会持续去就这个企业体本身的这个，那该匡列的部分会去做匡列。台北市卫生局指出，目前这类疫调考虑当中，工会是不满公司有关无成立应变中心对外公布相关资讯，伊直到即马也有同事甲入禀师有工作接触，却无伫注册名单顶悬。另外，香西集团新传媒资深总监林凤仪也传出染疫雄雄过身。香西回应，目前公司分 A、B 组上班，林凤仪分配的办公室伫香山文创园区，无伫内湖总部。香山办公室的同事已经做体检，正等待结果。产品的确是食药署审查通过的，那你们通过的产品如果出了问题，那负责任这个责任要谁负？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5月21到5月26快筛检出246件阳性，经过 PCR 检测有132件确诊。6天快筛阳性确诊率是53.6%，包含1.4朝阳科大、文化大学等连续做快筛，不过 PCR 检测阳性率拢是0。议会质疑快筛试剂是不是伫审查产品操作者方面出问题？那现在已经有厂商来送件了，那我们也以最快的方式来审查，让民众可以马上可以取得这类。销售表示，若收到信息，会要求厂商说明、了解清楚产品使用或者是环境条件，才做后续辅助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中教育会考，今仔公布成绩。今年的数学科会使讲是最近8档来上简单的。国文的作文毛6成以上学生啊，拢有4级分哦。高分的学生啊，嘛比去年较侪。透早8点一到，会考的考生伫厝内提出手机啊查成绩，有人心啧啧，也有人真欢喜。进去之后就看到那个成绩其实就是在我的预估中，就是所以后来就没有那么的害怕。成绩伫20万名考生的倒一个层级，就要看审测中心各项统计。国文科总题数48题，若写到42题会当到熟手的 A， 若要摕 A 加加，上侪写毋到2题。社会要 A 加加，上侪写毋到4题；自然 A 加加，上侪干那会当写毋到2题。整体的难度和去年相若，因那数学大加强的部分是会考实施8档以来比率落上侪科目。待加强去年是27.63，然后今年是26.97嘛。数学科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进步吧。今年写作的测验，考生要先读未成功的物品展览会这个文本，提出家己想要放入去的一项展览品。6成以上的考生摕到4级分、5级分和6级分的人比去年更较侪。那学生可以借由他对于他自己所选择的那个物品所连接到的经验来表达他的感受想法。每一个学生只要他愿意写，其实应该都写作发挥的空间是很广的。6月初5到初6的补考和中国考场，625名考生的成绩也同时间公布。审测中心表示，台北平均通过的比率是5成到6成。和第一届测验的时是同款的，也若7月13放榜的时，补考的考生若有达到学校录取的标准，会搁另外加名额来录取。记者综合报道。前云林县长张英美传出特款注疫苗哦，又搁传出讲云林县的卫生局伫5月20是安排县议员注疫苗。早起县长张丽雪嘛亲身出面说明。前云林县长张英美红标出插队注疫苗了后，即马佫传出云林县卫生局5月20安排云林县议员注疫苗。针对这点，有议员出面讲，当初局是讲卫生局已经甲县内第1、第2、第3类的人员拢已经注了啊，因才会去注。我们就是在5月20号那一天去施打的，好，这个整个情形是这个样子哈。但那如果说因为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一时的不查，没有去了解的话哈，造成对我们云林县的医务人员哈，我深感到非常的抱歉哈。面对连续几啊天注疫苗的风波，云林县长张丽仙11早起出面说明，讲指挥中心5月初3的公文写讲，第1类至第3类做伙大的亲人会当注疫苗。不过一直到6月初9进前，拢无收到取消的公文。伊希望安尼的政策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让第1线的防疫人员归心来防疫。到6月9号的公文，
完全这项同住者取消的这样的公文完全都没有，明示在示了哈。那我想，卫生局基于专业考量，保护防疫指挥官，我讲这利益良善，也让风险降到最低啊。我想这就是要维持整个公务体系的一个服务量能。外界唔但支持云林县政府摕疫苗做公关，甚至网络还有风声讲，有中人伫制接，若做一档疫苗，伊就会当抽5000块。针对这点，云林地检署已经立案侦办。近日媒体报道，云林县卫生局是否不实造册，让不符合资格之人施打疫苗，以及云林县政府告发网传可以找明代瞧疫苗价格，施打1剂的代价是5000元。本署基于积极防疫，也立案侦办。云林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发函给卫福部、甲云林县府卫生局调资料要做调查，若查获是事实，就会依法办理。呼吁民众即马疫情食力，都要更加谨慎，看好清楚信息是真是假，避免转传散布假信息，安尼唔但违法爱受裁罚，也是害人嘛害己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好心肝诊所帮志刚注意风险，和市政府罚200万。负责人柯金川医师昨嘛互检调约谈。另外一间连锁的妇产科诊所嘛摕到85罐的疫苗，也毋过这间诊所是强调讲，因拢有按照名册顶头的人来注射，并无违法。台北市好心肝诊所违规替志刚注 AZ 有风险，和市府罚200万，也注销合约诊所的资格。诊所伫咧垂直案出面回应。这次施打的对象就是我们好心肝的工作同仁以外，就是我们常年跟我们一起在做肝病防治的志工。我们的出发点的善意的，当然也许规划上不够周延，造成一般民众以及有关的单位的困扰，特此道歉。好心肝的声明讲，有风险注的对象除了基金会甲诊所固定的工作人员300多位，也有经常性的志工600多位，加非经常性的协调志工参加推动肝病的防治。志工大部分拢是退休的医护人员甲爱心人士，也有定定义务支援社区服务的志工家属。另外，也有定定伫咧基金会出入的清洁人员、水电工人、大楼的保全，也有专业顾问。好心肝讲，这边注的对象拢是这寡志工甲医护合作伙伴。工地接到台北市医师工会通知，和台北市医师人员6个随时进前到指定的所在做有风险，因就是根据做有风险优先顺序规定的第一类医师人员甲医疗院所非医师人员分类办法来做。这边台北市配合诊所疫苗，好心肝摕到115罐，小和新诊所所属的4间诊所总共摕到85罐。好心强调，诊所总共1090人，靠调有新的俘虏等高风险的人员，850位炊备拢已经做好。我们大概打的差不多了，应该算是蛮刚好，所以我们施打率应该有95%以上。那还有一些是孕妇啊，那还有一些是因为身体有这些特殊疾病，或者是他不愿意施打的人，这种人很少数，所以我们整个体系目前是施打完毕。行政院讲，若诊所私自做有风险，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没有是依接种顺序名册私自帮民众施打，政府将就相关人员的刑事或行政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台北地检署崔集也指派检察官分他立案侦办，到健保署、台北市卫生局加好心肝诊所，北检也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好心肝负责人柯金川，也有市府卫生局疾管科科长等12人，用视讯方式讯问。记者综合报道。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发起募款买日本富鸭吉利村头一批10座，昨暗6点送到桃园机场。部长陈时中亲身去接机，这批吉利村会开放病院登记，以急救责任病院优先。华航飞机载着富鸭吉利村，昨暗6点到桃园机场。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来接机。第一批10座富鸭吉利村，和急救专责病院优先登记。以前在布桃我们曾经有用过，那所以就是说，就紧急的这样的采购。那日本方面也非常的配合，所以今天晚上大概就有一批会进来。那我们大概先为大家来登记，那以急救责任医院，
它有适当的处所为优先。因为湘北市疫情严重，病房无够使用，真侪病人就爱北边南送。由民间企业捐款买80座日本绿丽公司所生产的复合隔离床，会让当地交互病房使用。这批隔离床由华航的飞机免费载，差不多会到4点自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起飞，暗时6点半送到同机场，要送到华都公司做查检加组装。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伫 FB 感谢6间企业加民间单位集资，总共捐80座日本复合隔离床，会协助急救专职病院，解决复合隔离病房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美贸易投资协定 TIFA 已经4天无讨论了，即马要搁开始会谈。昨午台美双方是先进行视讯会谈，表示讲最近就来召开 TIFA 的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处七早发新闻稿表示，贸易代表戴琪甲台湾政府委员郑振中透过视讯会谈。戴琪伫会中表达美国甲台湾进行合作的兴趣，双方同意会伫未来几礼拜内开第11届台美贸易甲投资结构协定 TIFA 会议。这将是 TIFA 伫2016年10月最后一摆开会了后第一摆中期会谈。我们对于台美双方决定在近期会重启 TIFA 会谈的事情，外交部表达高度的欢迎跟支持。同时，我们也会持续与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经济部等政府的经贸部门密切的配合。郑振中讲到，台湾伫去年8月宣布订定200莱克多巴胺残留标准，充分显示推动国际化甲深化甲美国双边贸易关系决心。双方同意会伫 WTO 等多边组织结构之下继续合作。学者分析，即马 TIFA 中期会谈可能只是进一步了解情形，要进展到签订 BTA 或者是 FTA 的可能性不大。这一次可能是相互了解、盘点，然后这个交流性。现在看起来这个机会不高，因为倒不是说美国跟台湾没有兴趣，而是说拜登政府对这种双边贸易协定目前的兴趣都不高。李顺认为，台美讲的拢是正面，啊，毋过若是美方要求讲的是强硬联名，未来要安怎行，也有真侪无确定性。进前，中国伫政治上也一直反对台美 TIFA 会议。经济部表示，希望赶紧召开讨论彼此关切的台美贸易议题，进一步慢慢推动签订台美 BTA。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伫英国举办的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进前，甲辉瑞的执行长做伙宣布讲，美国要捐5亿吨的辉瑞 BNT 疫苗予全球各国。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是表示后面至少嘛应该甲美国捐同款数量的疫苗。伫参加主持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进前，美国总统拜登初10伫英国宣布讲，会捐5亿剂疫苗予全球92个中收入的国家。同时，也佫重申讲，美国为了扮演起这个疫苗兵工厂的角色，大量提供对抗新冠疫情的武器，也就是疫苗，协助全球近年来恢复正常的生活。That's why, as I said in my address to the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in April, America will be the arsenal of vaccines in our fight against COVID-19, just as America was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during World War II. 做伙来参加的辉瑞执行长嘛强调讲，主持会担起所有国家提供疫苗的责任，因为美国嘛来响应这项担当。Mr. President, I know from our conversations that we agree that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on the planet,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condition, race, religion, or geography, deserve access to life-saving COVID-19 vaccines. 因为印度受到第2波疫情的冲击，致使这个 COVAX 的疫苗的订单，所来互人大规模延期。拜登嘛伫进前有演讲，伫6月底进前会提供800万剂予别个国家，美国还佫来采购5亿剂。办批讲今年来交2亿剂，伫明年顶半年提供3亿剂。也若法国总统马克宏伊认为讲，后面嘛应该爱来对咧做。Et donc, je pense que l'Union européenne doit au moins, justement, être au même niveau d'ambition que ce que les États-Unis viennent de dire, mais il faut que vis-à-vis de nos partenaires, on clarifie le calendrier très précisément et qu'on dise quand on livre des doses. 那么现在美方提出来要向COVAX 捐赠疫苗，我们希望美方的承诺能
尽快的付诸行动。这管出来辉瑞疫苗会伫美国来制造，万讲会当来增加这个就业的机会。因若这关键的疫苗，伊的成本是15亿的美金，这会对进行通过救援的计划内底来拨款。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嘛甲英国首相强生会谈，两国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外界关心讲有北爱尔兰血统的拜登，敢会要求英国尊重北爱尔兰协议的精神？强生是表示拜登无安尼做，也毋过大家拢有共识，希望维护和平。美国总统拜登吹集甲英国首相强生，伫7大工业国集团 G7 正式开始进行，伫英格兰的会场先举行会谈。My great country many time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verybody's absolutely thrilled to see you. 这是 G7 这2年来第一场实体峰会，由英国主办。强生甲拜登会谈即天有签新版大西洋宪章，强化双方关系，伫网络安全、新型科技甲气候变迁问题合作。80 years ago,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and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signed an agreement known as the Atlantic Charter. It was a statement of first principles, a promise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ir age and they would meet it together. Today, we build on that commitment with a revitalized Atlantic Charter. 不过，外界更加注意的是，会谈中所讲到的北爱尔兰协议，有北爱血统的拜登是不是要求英国遵守协议的精神 ？No, he didn't.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the UK, plus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one thing we absolutely all want to do, and that is to uphold the Good Friday, the Belfast Good Friday Agreement. I'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at. 北爱尔兰协议今年1月出现生效，自英国到北爱的货物将受海关的检查，不过有3个月缓冲期。伫3月底进前无需要检查，不过英国伫咧3月初单方面延长到10月初7，互北爱当局认为英国真无尊重。对此，拜登也提出警告讲，无什么代志会让破坏1998年所签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强生是讲，保护北爱和平议题，大家拢徛伫咧同款的立场。签贝尔法斯特协议，和1969年爆发的北爱尔兰冲突停乱，也是和平进程的开始。公司新闻吴玲编译。缅甸的前头人翁山书记，互军政府政变，已经互指控真侪项的罪名，即马又搁互指控讲收乌钱，若是互判罪，上侪会使判15档的有期徒。各大外国媒体引用缅甸国营媒体缅甸环球新公报的报道，将实际领导人翁山书记，也有其他几个进前的政府官员，去向当局做新的一波涉嫌食钱的调查。今年2月7日，翁山书记领导的民选政府去向军方指控选举乌箱，发动政变夺权。翁山书记本人去向软禁较大，而且面临着当局几项的刑事指控，包括非法持有无线对讲机、违反政府机密法等等。即届伊去向指控食钱、滥用权力、甲土地甲建物租予人，设立伊家己做主席的杜庆之基金会总部，而且违法收乌西钱60万的美金的现金，也有7条的黄金，是到目前为止上界严重的罪名，上重会当判15年有期徒刑。翁山书记到呾拢总互指控7项罪名，另外几个进前的官员嘛面临着类似食钱的指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缅甸军方从政变以来，一直拢无法度彻底掌控局势，逐工拢有民众伫抗议甲罢工，经济运作是拢冻点。不过军方镇压的手段是真粗残。BBC 引用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报道，军政府至少杀害800个人，拘捕要5000个民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过来的消息，咱过来看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医区有医护人员因为帮确诊者插管去喂着病毒。台湾麻醉医学会今仔是开记者会，表示讲，目前的法规危险津贴补助各种类，并无包括麻醉医师哦。也毋过，往往拢是麻醉医师负责插管，这应该爱检讨。抗疫期间，医护人员是真辛苦。特别是联医阳明医区进前真侪名医护人员替确诊者去救插管，所互吐的物件喷着地鼠感染，引起讨论。
麻醉医学会11站出来替全国麻醉医师发声，强调保守估计，这一波抗疫动静当中，全国超过90%的病人插管是由麻醉医师来做的。病人在接受这样的紧急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并不清楚知道到底是谁帮他来做这一件这么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处置。但是，我想全国的麻醉医师们大概都是兢兢业业的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不过，医学会指出，为确保救病症医师、护理师等的医护人员有奖励甲补助，所将麻醉师界闹交去，互共患做高风险救护行为，则无另外高危险的津贴。医院还有卫福部的长官们，了解这些高危险病人的处置，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能够更加的了解，能够提振我们工作同仁的士气，来有利于医界更团结。医学会希望政府应同款看待对呼吸照护以外另外治疗疾病者，亲像麻醉医师等，拢应入入奖励范围当中，才能提振士气，互医界更加团结抗疫。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继续审查纾困4.0特别预算，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是质疑讲，美国、有日本、佮真侪国家拢发现金，台湾为怎样袂当？劳动部的部长柯明春是表示讲，纾困上主要是考虑到经济落势哦。国民党的立委张耀美嘛质疑讲，家己营业的人纾困的门槛上过悬咯，应该爱帮领。立法院联席委员会审查纾困4.0特别预算。面对疫情吃力，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态度是大正的，质疑美国、甲日本，还有亚洲4小龙各国纾困拢会当采用普遍发现金，现在台湾的纾困袂当直接发现金。那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考量？他们没有把钱花在刀口上吗？也不是这样说。亚洲4小龙只有台湾现在。这次是一次性发放，一次性规划是大概就是5、6、7这样3个。5、6、7嘛，称5、6、7嘛。对。那3级到7月，我看是不可能解除了。针对自营业者纾困的补贴，劳动部提出投保的薪水伫24000块以下，会当领补贴3万块；投保的薪水伫25200块以上，而且年所得伫408000块以下，会当领补贴1万块。按算有201万人会当受惠。立委认为讲，自营业者的纾困条件是伤过严格。用108年这样申请资格，这真的是逢金当马良啊！时间到了，标准其实就是要排付，然后希望重塑啦，希望赶快就是刚刚您说的重塑，所以希望赶快发钱哈。行政院对各产业提出的纾困方案，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认为讲，总是有无够救济的所在，可要清创产业，都必须是产业纾困的孤儿同款。我们帮他们分析他的行业别是在哪边，如果现行有的话，就赶快借接到那边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协助看看我们的商业师的这个补助的话，能不能说到做到，然后放宽50%，我希望能够从优来认定。吴思瑶嘛强调讲，根据创业者共创平台的统计，有49%的新创事业需要的是营运的补贴，过来则是贷款。另外，内政部嘛会针对室内设计、还有建筑设计等等行业的人员来研究相关的纾困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拢真大，一寡演唱会、球赛转播幕后的工作人员、这业者，今仔是开记者会，呼吁讲政府纾困4.0的资格认定标准哦，应该爱听听业者的心声做调整，才真正会使来帮因渡过难关。我宁愿飞到天边，把现的钱都3万，也不。本来要伫个小巨蛋开演唱会，歌手陶晶莹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做开直播加粉丝活动。歌手柯富凯加万芳的演唱会同款也延期。国内疫情3级警戒延长，日本相关产业损失真惨重。即马各项活动拢暂停，影响这边转播加测绘公关业者也拢拄到困难，无收入。今年5月我相比，我的营业额只剩下1/30。你看，现在台北市政府小巨蛋不开啊，国际会议中心不开啊，解封到2级，其实他也不会马上去开这些大型场馆。疫情对各行业的冲击，除了演唱会以外，运动相关产业的影响也真大。因为真侪需要转播的比赛拢暂停，民间的路跑活动暂停了，和转播业者也个测绘公关公司，只有是食家己硬劲落去。
那所有球赛几乎也不是只有中信兄弟，是所有都停止。在疫情前准备要这个开始的这个许富凯，包含我的房租公司的车辆的停车位以及人员的薪资的支出，我每个月要亏损350万。其实目前的纾困其实要求我们是用营业额来比较，而其实活动公司它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我们其实活动是不见得去年跟今年是一样的状况，基本上整年度的营业额大概都是亏损50%以上。在去年金马、金曲、金钟等3金活动拢是直播，即马伫室内5个人就无法度办活动。刘义科承员讲，营业业认定牵涉到大细贵，所以纾困 4.0 的审查标准应该做调整，量查研究各级境界复工标准，配合业者的需求，真正达到纾困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桃园有祖孙仔3代来台北念香，结果拢去喂着病。桃园市政府今仔嘛公布殡仪馆加强防疫办法。目前政府鼓励企业针对移工快筛，也毋过费用爱企业家己来负担。市长郑文灿是表示业者目前是拢正配合防疫。桃园进前出现祖孙仔3代到台北市参加家祭了后确诊。桃园市政府也马上发布殡仪馆加强版防疫指引，除了延续每会做禁止各类分乐器以外，也为大工抽验改做杂型每一场家祭甲消毒。同时呼吁民众唔通将喙罨摕来食粉甲开讲。每一场家祭，我们都会派人到现场来做一个查核，是不是有符合防疫的规定。那在每场家祭完之后，我们也会派我们清洁同仁就室内的空间整个大消毒以及椅背的擦拭。第一间高场快筛企业宏达电已经到第3天，前2天体检1715个，快筛阳性者共步提 PCR 检体送桃园人民总病院检验，到目前无确诊个案。11个加一华通电脑甲南亚电脑帮来做快筛。到目前为止，企业快筛的部分还没有 PCR 阳性的个案。如果有任何快筛阳性，要立刻进行 PCR 的检测。针对企业快筛前家己出，是毋是有企业无要参加造成个案风险、闹交的记录？市长郑文灿回应，无企业拒绝快筛，目前请移工500人以上事业单位有18间，10间已经做快筛，或者是咧准备。另外8间也希望为合并院请移工100人以上，也有132间。这部分会直接促成到社区体检站来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出门一定要挂喙罨哦，也毋得伫高雄红山的肉品市场，嘛是有民众无要挂喙罨，互开罚单。伫台南有打伤伫市场外面卖物件，造成民众群聚，警察局嘛开出罚单。来到高雄红山肉品市场，旅游局人员甲防疫扛棒也互关，一个一个检查，看敢是有人无挂喙罨。多民众为5月底到6月初9为止，捌连3天拢发现有人甲喙罨挂伫下海，有挂若无挂咧，烦恼会真做防疫扛棒，赶紧甲市府检举。虽然天气闷热，但是也要不可以便宜行事，把口罩拿下来，因为这个时间防疫的部分是人人有责。旅游局证实，初2捌收到投诉，肉品市场也已经查到违规者的名声甲资料。旅游局也当场举发，要移送卫生局来处分。受检举的民众讲，入到肉品市场拢有配合防疫，迄当阵是因为天气伤热，才会甲喙罨摕落来喘气。旅游局表示，违规者拢是外包业者的工作人员，会阁加强稽查，也呼吁民众就算天气热，也是爱挂好喙罨。来到台南客家的公有市场头前这条路，警方发现有5个大头仔无经过许可，就伫路里摆搭。原来是有人检举讲，现场有民众群聚咧买物件，阁无遵守实联制规定。经查，现场有5家摊商未经许可在道路摆设摊位。警方表示，这5个大头仔无经过许可就摆搭，已经违法，占用道路会罚1200到2400。另外，违反团转白风地法，上当恐惊会阁罚款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要到咯，花莲县政府伫火车头设快筛站提供旅客免费来快筛。今仔是头一天，旅客大多数拢真配合，因为无强制嘛是有人无想要检验。虽然5日节连假还未开始，中央甲地方政府拢一直呼吁民众尽量减少搬线，毋
不过花莲火车头今仔日也是出现袂少要返去故乡的旅客。我是住在台北，因为我们过年过节都会回来。那这一次是我爸爸过生日。为着避免外县市的旅客带来疫情，花莲火车头11开始设立快台站。不过因为无强制执行，侪旅客到站都直接离开，和花莲民众感觉真无奈。没有强制力，我们是觉得我们民众还是要有自发性。不要造成全民的感染。这样，卫生局表示，并无强制旅客做快筛，不过呼吁旅客会当为着家己的健康尽量来配合。目前花莲火车头甲玉里火车头拢有设快筛站，采检差不多15分钟，结果会用简讯通知。如果我们在这个筛检站筛到阳性的话，我们会立即的通知我们的疾病管制科，然后会派如果没有症状，我们会派防疫计程车；如果有症状的话，我们会派救护车去接他前往医院。根据台铁的资料，5日这连假订票率无到2成，不过按算连假开始甲结束的迄一天，坐车的旅客也是有1000外个。呼吁民众也是尽量爱避免搬刷，若是要退票，伫3级警戒情形之下，一年来退票拢唔免手续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国立台东病院，顶个月底清空病院要准备成做专职病院，因为门诊拢先停起来，有上千名的患者无法度摕到慢性病的处方。目前病院嘛来协助转职，嘛来解决问题。国立台东病院正做台东县新冠肺炎专职病院，暂停所有的门诊甲领药啊，造成1000外个患者伫社区的药房领无慢性病药啊，悄悄敲电话去台东病院问，因为台东病院是讲已经协调转诊去其他的病院或者是诊所，互患者会当顺利领药啊。云端药力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他长期的用药，那我想医师只要一看诊，发现云端药力他用哪些药物，那我想在第一线的医师跟诊所绝对是会帮助他们。部分患者可能无啥了解这个措施。台东马街病院伫这个月初有加开家医科、小儿科、甲心脏内科时行医药的门诊，医师会当解决包括台东病院、甲其他外县市病院门诊，也有领药的问题。目前已经有几个其他病院患者利用时行，互医生看，而且顺利摕到药啊。其实我在自己的门诊上面，我都有开放这一部分的病人。那如果假设他能交代他的病史能够清楚的话，那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服药的方式也都很了解，那我会愿意开给他。不过，部立台东病院也有800外个身心科的患者需要使用管制药品，伫社区的药房无法度领到药啊。针对这点，台东病院当地协调其他的病院来协助，嘛按算会甲卫生局提报领药的监控计划，开放户外领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56万的新住民，有20万人，阁还未摕到身份证。外界是真烦恼，讲因嘛有可能无法度领到政府的纾困补助。也毋过移民署是表示，新住民的发展基金冇补助的计划会使申请哦。嘛，呼吁讲最近3个月因为疫情失业无身份证的新住民，会使去向地方政府来申请。自中国重庆进来台湾已经26档的冷风兴，3年前伫台北市东湖开一间餐厅，是大陆口味，本来生意正好，不过受疫情影响，最近的生意减一半。整体掉了几成？大概应该有1半以上，大概5、6成。5、6成。那你们也是硬撑的，对不对？撑啊，硬撑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因为你还要房租啊，还有那个啊，我们是还好，就是人力就减少一点，请的人就不要来，就我们自己，我跟我儿子2个做。冷风兴讲，伊伫结婚8年了，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而且有向职业工会到劳保，所以有摕到劳工纾困。不过伊共乡的姊妹啊，无这个资格。像我有一个朋友也在板桥开，他们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他是本来有听，他之前都没有这个保劳保的这个工会的习惯。我最后有提醒他好像是5月份才去加，结果他就没辅助到。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讲，有真侪新住民拢是伫咧早餐店、小食店、美容美发这寡细间店工作，头家拢未替员工投保，所以可能变做纾困孤儿。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也无摕到身份证的新住民，连替家己家保的机会拢无。移民署讲，这个时阵就能透过新住民发展基金给予的新住民辅助计划申请纾困。经过地方政府评估通过了，每一个人每一遍会当摕到上加生活费3个月补助金。家户的平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条件。那第二个就是经地方政府评估，必须是3个月内发生重大变故导致生活经济陷入困难者，
那如果符合这2个条件，就可以申请补助。移民署讲，全台湾新住民大概有56万人，其中20万也无摕到身份证。但是最近3个月，因为疫情无透露，生活有困难的，会当到各县市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机关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影响，真侪人拢踮伫厝，所以想讲饲宠物来做伴。高雄市动保处为了鼓励民众来领养，派出专人专车，将动物直接送到民众的厝里，佮开放星期14天看卖，才佮决定讲，佮要敢要继续饲。收容中心的狗仔看到人拢真活泼，嘛有狗仔囝看起来介古锥。不过这阵啊，因为防疫，民众领养减少足侪。目前有250只狗仔，甲40只猫仔住伫遮。高雄2个收容中心嘛拢已经客满。为着要较紧替因找到新主人，动保处即马互民众会当先试饲14天。较早咱民众来阮遮领狗仔猫仔吼，有规定讲安尼1礼拜以内吼，你若无特殊的疾病吼，你袂使管退行，54天的迄个饲养期吼。那这期间，若感觉讲民众，也是你对这你领养这狗仔猫仔，若讲有不能适应的时阵，你会当随时来当体验馆。因为防疫出门无方便，动保处表示，即马民众会当伫线顶先经看卖介意倒一只动物，因有专人协助媒合，有专车甲动物送到恁兜，佮有送晶片登记、3年的注射等等的好康，希望提悬民众领养的意愿。这是好的，因为即马伫个防疫期间吼，即马足侪民众拢无法度出门嘛。无法度出门，伊本身除了伫上网啊、看电视、拄外嘛，对毋对？伊会当去认养伊的动物吼，会当含伊互动啊，培养感情，这是对整个社会吼，甲生活即马伫防疫期间有帮忙。防疫影响，民众带动物伴去动物病院的减少真多。不过，动保处认为，民众要受动物伴的需求，要互狗仔、猫仔陪伴厝内的时大囡仔，防疫生活较袂无聊。记者邓嘉文为做高雄报道。台湾因为3级警戒，各地本色拢变真侪哦。法国封城的时阵，其实嘛是有同款的问题，所以巴黎外送服务业者甲环保团体迄当时就推出洗好会当佮用的盒仔来装食食，要来减少本色量。法国的餐饮业2020年外送服务的数量比前一年成长25%，严格也造成接触性使用的盒仔、杯仔加包装袋的数量增加。平均一张订单会需要3个到4个容器来装。人就是讲，即款拢会当回收，不过实际上毋是安尼。像防水的餐盒，外口有塑胶涂料，这件材料就可以无法度回收再利用。抑个所谓的可生物分解的塑胶，最后拢是提去粪扫场台，或者是提去烧，对环境抑个咱的健康产生正大影响。外送食物搁零废弃，敢有可能？巴黎 Uber Eats 就甲合作的餐饮业者制定杀容器押金的计划。Plus de la carte classique aura un nouveau menu qui sera disponible, un menu consigne. Ensuite, le client aura la possibilité de ramener cet emballage au restaurant pour qu'il soit nettoyé et ensuite qu'il puisse être réutilisé, afin d'éviter la production de déchets dans ses commandes. 参加计划消费者介绍时阵，要另外付4欧元的押金。容器还登记押金就退互你。非营利组织法国零浪费环保团体伫巴黎第10区就办绿色寄存活动，因设计一个手机的 App， 顶头有列出第10区内面所有使用重复性包装的业者，消费者入去店内消费的时阵，会当经容器寄存方案，无需要另外付费。加上容器要还的时阵，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把容器提去上瓦近的回收点就当回收。Eh ben nous demain, l'objectif et le challenge, c'est d'avoir autant de points de collecte que de poubelles. 法国零浪费相信这套重复使用包装容器的方法发展力也阁正大，希望以后大家当变做正自然的代志。其实这马市场的方向加法规，亦拢是向循环使用的模式伫咧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明仔载开始5日节连假哦，连假这几天受到南风的影响，各地过到了后，拢爱注意落雪8号。另外温度方面哦，西半部上悬有可能会到35度。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